寒，你回来了，我对不住你。寒，你说我为什么偏偏在那个时候为你生下儿子啊？为什么把我们的儿子留在了那个冰冷的皇宫里？别哭了，杨戬，这怎么能怪你呢？寒，我求求你了，寒，把我们的儿子要回来，好吗？我求求你了。没有人比我知道你的心情了。我明白你的心在流血，可那是我们不能改变的事实。你也知道，从我的父汗起就和沙皇定了盟约，汗王必须要把一个长子交给俄罗斯政府来培养教育。就让我们的阿萨兰留在那里吧，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孩子。杨戬，杨戬，你怎么了？啊？寒，我有罪呀！我听那个俄国的医生说，我的身子太弱，已经不能再为你生孩子了。寒，我对不起你，我已经是废人了。你重新再找一位哈顿，让他为你生孩子吧。杨戬，你看着我，再也不要说这样的话好吗？我在你的面前，永远是那个住在牧人的毡房里，和你一起玩洋拐子、捉百灵鸟的莫巴西。长生天，为什么沃巴西不接受这样的命运？汗，你回来！汗，你怎么了？别再叫我汗，叫我的名字。我不是一个汗。汗，你，大士顿，你忘了我们是兄弟吗？我不是一个汗，我太无能了。沃巴西，你是个好汗王，沃巴西。如果过去我不希望你是一个汗，现在不了。只有你能把图尔扈特汗国从被动的像走狗一样的任人摆布的局面改变过来。可是我，大士顿，还记得我们那次决斗吗？如果当时我不赢你，如果当时我听了你的话，如果杨戬嫁给我们蒙古族的任何一个男人，我相信都会把他当作宝贝一样，起码会给他一座遮风挡雨的毡房，会给他安宁。
可是，我这个韩王毁了她，毁了她做女人的权利，我心里感到耻辱。别这样，我巴西，我们是兄弟，可你是几十万土尔扈特人的汗，你和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我巴西，你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土尔扈特人都心甘情愿地叫你汗吗？因为你有胆略，敢于对抗俄罗斯，敢于牺牲自己，能带给土尔扈特安宁。就因为你能和女皇提出休战，他们相信你，跟着你他们不怕牺牲，因为他们相信你能改变土尔扈特。他们想回故乡思乡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们希望你能带他们回故乡。大家都这么讲。大士顿，你不要安慰我，这只不过是你一个人的想法。汉王，这么说你的人还有次伯克台吉。大士顿，我想东归，想了许多年了。如果我们再不走，恐怕今生今世你我再也回不去了。东归，你是真的吗？是真的。汉，我们走，回家，不受他们的摆布。好兄弟，回家。您又回来了，有什么好事吗？你还有鼻烟壶吗？圣彼得堡枢密官康斯坦丁诺维奇大人，他是个收藏家，他很喜欢收集古董。对不起，我没有了。我知道你有。哎呦，他可是1等文官。那次觐见女皇陛下时，他还……您说的这位康斯坦丁，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哦，你有的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他给你们……这……哦，没有就没有吧。安拉赐福给您，尊敬的汗王，请赏光接受一个来自远方的商人对您的敬意。您客气了。啊，请坐。您是从中国来的？是，我是波斯人，到中国去做生意已经很多年了。商人，我们的汗王想听您讲一讲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汗，我愿意为您效劳，即使没有您的命令，我也会向遇到的每一个人讲述这个伟大的国家的。那里是个什么样子呢？那真是一个和平而富裕的国家。那里的田野一片葱茏，到处传来歌声。那里的城市有全世界最宏伟的宫殿，最美丽的田园。那里的平民都穿着漂亮的丝绸，街旁的小贩也会卖给你其他国家里贵族都没有吃过的美食。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富足的，但他们不骄傲，而且谦虚和自信，人人都彬彬有礼。即使是对待像我这样一个卑微的外国生意人，也不例外。是这样，乾隆是中国皇帝的名字？是，他已经当了30年的皇帝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君王？
几年前我曾经有幸见过这个大皇帝出巡的队伍，那是什么样的情景啊？宽阔的运河上，皇帝庞大的船队像是被一片五彩的云簇拥着，船上的乐队演奏的像是来自天堂的声音。我虽没有亲自见到这位君王的荣幸，但是所有他走过的地方，都可以看见他留在石碑上的书法和美妙的诗文。遇到的每个中国人都称颂他是一位贤明儒雅的皇帝。我敢说，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君王。他们信奉佛祖吗？中国人大多数是信奉佛教的。我所走过的所有名山美景，都有着历史悠久的寺庙，可是他们对其他的信仰也并不排斥，在每座城市都有清真寺。像我这样的穆斯林，随时都可以向真主礼拜，洗净被世俗污染的灵魂。商人，听说汉人供奉的佛祖跟我们所供奉的佛祖不太一样。哦，是这样，那或许是语言和教义传承的差异。大皇帝本人对喇嘛教特别的尊重，雍正皇帝以前的府邸就被改成了首都最大的喇嘛寺庙。哦，那请你把这些再说的详细些。看见什么了？进去了一个陌生人，他全身都裹在斗篷里，看不见面孔。我也看到了，还用得着用望远镜吗？切！哦，看，达士顿。对啊，上帝呀！那么说，我巴西一定就在这里。上帝呀！他们这么神神秘秘的，是要见个什么人物？让开，让开！哎，干什么你？那房子里是什么人？听说是俄罗斯的女裁缝。女裁缝？听说这位女裁缝是多纳科夫家的刀蒂比少爷的情人。是这样。走。做这样一件小事都要露出马脚，哎呀，你怎么一点都不像我？什么马脚？妈妈，我就不懂了，你每天像一只老母鸡似的，咕咕咕咕咕咕咕些什么呀？我咕咕什么了？你把望远镜的反光照到了达士顿的脸上了。那怎么了？哎呀，你会被发现的。发现了又怎么样？阿廖沙，让我怎么说你好呢？你从中国走到我的韩国，花了大约多长时间？哦，我整整走了1年零3个月的时间。这是个遥远而寂寞的旅途，穿过了整个戈壁和寒冷的西伯利亚荒原。你为什么要绕那么远的路呢？据我所知，如果你从小亚细亚穿行，至少会节省1半以上的路程。您说得很对，那就是丝绸之路，可以直接到你们管辖的出海口。可是在中国的新疆正在进行着战争。战争？我说不清楚，只听说是中国政府与一个叫什么准格尔的北方部落在打仗。这场战争已经打了很多年了，现在再没有人赶走了。我听说你们图尔扈特蒙古人一直和故乡互通着商路，从来都没有断过。韩王，哎呦，怎么我每次一见到您的时候，您都在生气呢，我的老夫人？我真的有那么老吗？您不老，谁说您老了？要不是我有幸认识您的少爷，我真是觉得您比我还要年轻呢。你是什么意思啊？请问嘉恩夫人她在这儿吗？谁呀？是我，胎记的管家。哎呦，是贵客临门呐，快请进。啊，夫人。哦，巴维尔，我的大管家。我就知道您在这儿，
胎记，请您去一下。我忙得很，我做不完的事情。你看啊，我今天就是来选块料子，做一件精致的晚礼服。八爷儿，你看看那块料子怎么样？夫人，那我就回去回复胎记，让那个波斯商人让他们走吧。哎，等一等，你说什么？波斯商人？是的，我们的胎记想请您过去看一看，他们带了一些珠宝。既然您不准备看，珠宝？是的。哎呦，我太喜欢珠宝了，谁说我不去啊？我去，我一定要去波斯珠宝。哎呀，哎，刀的比，你去不去啊？不去呀？啊，你想和他在一起？好，我走了，我去了啊。我的小猫，我等不及了。现在宣布，沙俄政府的旨意：图尔扈特汗国，凡年满16岁的青年，都必须当兵，违者将受到沙皇政府的严厉惩罚。我的兄弟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的勇士们！当这次月圆的时候，你们就要和我一同出征了。我相信，你们的火枪都已擦亮，战刀都已磨快，骑术也一定练得更纯熟。我要你们回答的是，你们的家里都安顿好了没有？兄弟们，我们去上战场。这一场仗可能旷日持久，而且我们中有的人肯定再也不能骑在马上回到草原了。你们是儿子、丈夫或者父亲，你们都乘着那顶毡房的一片天空。现在，我命令你们，全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在月圆之前，在这有限的几天日子里，去当好你们在家里的角色，尽好你们的义务吧。是儿子的，多为你年老的父亲捶捶背，为你们的母亲准备好过冬的木柴和牛粪砖。当丈夫的，多跟你的妻子亲热几回吧，替她系紧蒙古包的收绳。当父亲的，最好把你们的儿子抱上马鞍，教会他怎样拉紧烈马的缰绳。去吧，这就是出发前你们的汗对你们说的话。你们怎么了？呼喊吧，傻小子们！韩，你知道吗？从来也不曾有过一位韩王，在出征前对他的战士说出你那样的一番话。我想了好久，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吗？不，这是他们最想听到的话。其实他们最想听到的是不去打仗。可是我这个韩做不到啊！连年打仗，我怀疑韩国会被渐渐的消亡的。是啊，策伯克台吉也这么说。现在有不少王公贵族们也这么想。大士顿，我想派你回到故乡中国去。
叛陆？这不行。不，韩国不能没有你。你去面对土耳其人的炮火和弯刀，却让我，你这个最亲的兄弟，离开你。一条遥远的道路对于你来说更难。我不能保护你，也不能保护韩国的安宁。这里留给策布克你的行踪，不要告诉任何人。韩，我明白了，但是别忘了当年我们的先人，正是因为躲避战乱和部族之间的纷争，才来到伏尔加河的。我的兄弟，我也不知道这一次我要走多长时间。你把它好好的收起来。当你觉得韩国真正的面临危机的时候，就把它打开吧。韩，我记住了。哎呀，杨金啊，杨金，男人们又要去打仗了。这样的消息，额济听了一辈子，也等了一辈子，最后等来的是……额济，别说了。孩子，你想哭，你就哭出来吧。哎，这就是我们蒙古女人的命啊，谁都是这样啊。哎，蒙古男人是鹰的性子，你见过整天伏在窝里的鹰吗？他们要打仗，要远征。女人毡房里的酒啊，再香再纯，能招来千里之外的客人，却留不住自己的男人。哎，蒙古女人们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等过来的。成吉思汗大军就是这样走啊走啊，走遍了天下，回也回不了家了。韩，我们真的要分开吗？我已经失去了孩子，我不能再失去你。你可一定要回来呀，答应我，好吗？我的生命早已交给了韩国，我不会放弃改变韩国命运的任何机会。我绝对不是俄罗斯的雇佣军，相信我。你知道要走多久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绝对不会丢下你和阿萨莱的。你现在说到阿萨莱，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了。他能回到韩国来吗？我的心都碎了，不要再让我无期的等你。如果那样的话，我会死的。你一定要回来，韩。你相信我好了，我不会倒下的。我还要带领图尔扈特部落的人们东归呢。是真的吗？真的。保佑我们的韩出征一路平安吧。桑吉玛，放心吧，我已经在佛前占卜，我们的韩还有更伟大的事情要做，他会平安无事的。
额济，像以前那样，为你即将远行的儿子祝福吧。去吧，我的孩子，我们大家都盼着你平安的归来。额济，放心吧。韩，队伍集合好了。好，我马上到。韩，我去送你。不，你们谁都不要去送了。把出发定在这样的时刻，就是因为这并不是一次光荣的行动。我们都不希望亲人们看着我们去进行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我去了，大士顿，我的好兄弟。别忘了我对你的托付，如果到时候需要什么指示，你只能请教洛桑丹曾妈妈一个人。韩，我记住了。韩，升级成为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全面战争。对韩国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征兵跃上前线。夫人，您的管家要见你。啊，让他在客厅里等我。是。啊，夫人你好。你好，喝点茶。啊，不客气。坐。我很忙，我禀报完了以后马上就要走。哎呀，这次的鱼汛收成不错吧？啊，是的，夫人，请您过目，这是我们最近的账目情况。哦，喝茶。谢谢夫人。哦，夫人，有件事情还需要您出面调解一下才好。什么事情？你说吧。我们雇佣的那些渔夫，还有那些商人们，他们大多属于日耳曼的移民，他们和原在伏尔加河边放牧的蒙古人习惯不同，信仰各异，不时的发生一些摩擦和冲突。这样下去，对我们的生意会有影响的。你知道，现在这里的韩王已经到前线去了，现在是我说了算。我要让那些牧人改信我们的宗教，如果不归从，就滚出我的家族领地。而就在士兵投入血战之际，俄罗斯人却乘机进入图尔扈特人的领地。他们以野蛮的方式烧毁草场，破坏牧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给平静的生活带来巨大的震荡。快一点！分出来！少爷，怎么你？韩国的法律是快点施展，等这儿啊！我就不走！快走！
走，都装车上去，走，快点快点！你要干什么？没有牧草，牲畜怎么过冬啊？拿弟妹出来！依照限韩制定的。你在干什么呢，儿子？妈妈，他们要冲进来了，我们该怎么办？闭嘴！按照草原法是要跪妈妈，我们该怎么办？你给我闭嘴！你，简夫人出来！你去开门！不能开门！你去开门呐！我不能开门！快点！你怕什么？你慌什么？他们敢把我怎么样？我从后门走。快点开门！策伯克台基，刀地比在这儿呢，我们抓到他了，马上把他带出来。走，是不对的，我要告你们！走，我要申诉！快走，快点，快点！你们这些混蛋，快走放开我！走，我要告你们！快走！干什么你？你个走，快点！你个混蛋！跪下，跪下！我抗议！我抗议！这小子不服，这不是我的刀地比叔叔吗？老实点！哼，你今天终于向草原下跪了。你看我们的牧场有多么的绿，可是你们自从来到草原，不是抢劫牲畜，就是焚烧牧场、殴打牧人、制造混乱、开掘航道。你们是草原的罪人，连苍天都会动怒的。你已经严重的触犯了扎尔固的法典，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让他下跪？我的上帝，我的孩子，他们打你了！妈妈，你看他们打我！你们敢打我的儿子？你小奴才！夫人，是我让他们执行法律的，我是女皇陛下亲自任命的韩国扎尔固执行官。你叔叔犯了什么法？他殴打牧人，还指使手下放火烧毁了这片草场。他的罪行有目共睹。难道这不是我们家族的领地吗？这块草场的归属尚有争议，但是，即使属于你的草场，依照法典也不能随意烧毁，因为草原是上天赐予所有生灵的，破坏者必遭惩罚，这一点你应该明白。你胡说！可谁能证明我的儿子是故意破坏草场的？你问问他吧，是他刚刚亲口跟我承认的。策伯克，你还知道我是你叔叔啊？啊！妈妈，那些日耳曼人说他们在开垦之前要用火把草烧掉，我觉得好玩，就替他们把草烧了。可他们怎么样？你怎么这么傻呀？达士敦，带他到浩特示众吧。慢着！请你看看这个卖地的契约。这块土地已经卖给了一位新搬迁来的日耳曼人汉斯先生，他要在这里开辟一片果园和种植场。怎么样？既然这片土地已经不属于你的韩国，你还要执行你的法典吗？哼，听见了吗？你能怎么样？啊？哼！夫人，法典规定，属于韩国的草场是不允许卖给外人的。你竟敢！呸！策不可！你竟敢对自己的长辈行使自己的权利，是吗？不敢，谅你也不敢。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你别忘了，你的韩国可还是在人家大俄罗斯的领土上。难道你的敦德布拉申的法典比俄罗斯神圣的法律更大吗？达士顿，把他放了。太监，放了吧。这件事情由我亲自去向贝克托夫大人交涉。哼！奴才，你还神气吗？等着吧。走。哼！妈妈，咱们走。省长大人，他们占据了大片的草场，开荒种田，砍伐森林，侵占牧人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争夺水源，
使我们的牲畜不得不多走几倍的路程才能饮到泉水。他们还到处建立教堂，使牧人世世代代信仰的佛祖产生了动摇。大人，怎么了？太极，你接着说，我在听。大人，您听到了什么？您是不是在考我呢，年轻人？你说日耳曼人他们似乎干了许多坏事，是这样？大人，当然不仅是他们，还有库班人、哈萨克人等，他们都挤占了我们图尔扈特人生存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到来引起了韩国内部的冲突，一些领主因出卖土地而暴富，而牧人却变得更加贫穷。大人，这是酝酿着危机的先兆啊！太极，您把事情说得过于严重了吧？你看，日耳曼人来了，哈萨克人也来了，这不就像你们当年图尔扈特人来到伏尔加河一样吗？俄罗斯接纳了你们，给了你们生存的乐土，难道今天我们就应该把后来的人都赶走吗？大人，可是那时……你说的这种事情，尊敬的太极，请你不必再说了，我也不想再听了，明白了吗？大人，那您的意思是说，您的政府支持这个？我很坦率地告诉您，太极先生，我不能不这样做。前线的战事已经进行了快10年，在我这个省上缴的赋税已经提高了3倍。我也非常的难呐，恨不能把石头挤出牛奶。这些外来的人有钱，他们买地的契约在我这里盖章，是要交一大笔税金的。我作为一个女皇陛下的3等文官，绝不会袒护任何人。如果您的韩国能够交出来相等或者更多一些的钱，今后我就不再给任何人的契约盖章了，这是战争。可是大人，这……哦，对了，太极，说到战争，前线指挥官不将军公爵发来指令，让你们迅速调集500匹军马，在3个月内送到前线去。公爵还强调，马要好，而且要配足鞍具。好吧，大人，我知道了。千万不要和我说什么困难。这个命令不是我下的。战争也和我这个3等文官无关，可是你别忘了，你们的韩也在公爵大人的指挥下作战的。这是您的权利，可是安排军马，那就是我的权利了。妈妈。你来了。妈妈，这是韩王临走时留下的。他说何时该打开它，只能向您一个人请教。大士敦，你选择对了时机。韩国的天空上，阴云越来越浓了。这件事可以实施了，但要谨慎行事，不能走漏了风声，让我们的对手察觉，那样的话就糟了。那么，我还像当年去战场那样？不行。那时你是个牧人的孩子，现在如果你无缘无故的失踪了，别人就会想到是韩王的安排。那我该怎么办呢？寻找一个时机。时机？对。